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们今天来聊聊在美国留学生打工的问题吧。娃娃 TV。Lisa 长久以来收到来信最多的问题，除了咨询留学相关的问题之外，再来就是打工的问题了。Lisa 要告诉大家的是，留学生呢基本上在美国是不允许打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拿的是学生签证，美国政府呢认为你来美国呢是为了读书，而留学生在入境之前呢必须要提供财力证明，证明你有能力可以负担你自己的学费跟生活开销，所以应该是不需要打工的。但是说完全不准打工也不完全正确啦。其实留学生在美国呢有一个合法的打工机会，那就是校内打工。每个留学生呢都具备校内打工的资格，像是你可以去找一些像你们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啊，既安静，环境又单纯，你又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。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找你们学校餐厅的工作啊，或者是一些办公室的助理啊，或者是柜台人员等等的工作。再要不然，如果你们学校有场地是经常外借给别人办演唱会的话呢，那你也可以找我看那边有没有工作，像是去那边当工作人员之类的。如果哪天五月天去你们那边办演唱会的话，那你不就赚到了吗？好像还不错哦。好啦，其实学校呢有不少的打工机会，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找，要不要去做而已啦。我说的这些呢都是还不错的打工机会，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打工的话呢，你到学校之后呢可以开始去找看一些打工机会，有机会就上啦。当然在学校打工呢薪水是不会很高的啦，就可能刚好是你那个州的最低薪资而已。那既然薪水没有很高，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抢着打工呢？在美国其实大部分的留学生打工呢不是为了工资，而是为了可以赶快的拿到一组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社会安全码的一组号码。在美国呢，你只要一码在手，你就希望无穷啦。好啦，在美国呢，社会安全码呢是很重要的一组号码，它记录着你的信用记录。在美国呢，你只要有信用记录，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方便很多。譬如说，你可以贷款啊，如果你的信用记录好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贷的比较多一点。再譬如说，你可以申请信用卡啊，或者是你申请电话或者是租房子的时候呢，你不会因为没有信用记录而被收取高额的保证金。那关于社会安全码的问题呢，我就在下一个影片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吧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啦。大家有没有想要在学校里面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，或者是你已经在学校里面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了呢？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那最后不要忘记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